为提升秀林乡文化观光与部落产业的能见度，秀林乡公所于111年8月3日与北海道白老顶办理线上签订友好交流议定书。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谢长廷大使、秀林乡长王玫瑰、白老顶顶长户田安业、外交部东部办事处处长胡其斌、秀林乡民代表会赖俊杰主席及双方各科室主管皆一同在线上签订议定书。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外交的一些不同的一个视野，能够让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相关承办人也有不同的一个感官，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两乡町能够未来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合作机会。本乡期盼透过洽签友好交流协定案，积极的运用在地优势进行城市外交，逐步建立文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元面向的交流管道，并把握与国外城市接触的机会，行销花莲，搭起日后进一步友好往来的桥梁，也大大拓展秀林乡的国际能见度，促使两乡顶交流成为秀林乡外交重要的一环。秀林乡民选组报道。